嚟緊咧要坐國內線咧，就係坐 A320 NEO 新嘅5年幾，睇下係點嘅樣。班機到嘅係衛星航廈，咁呢班機飛又係衛星航廈，所以就唔使坐小火車啦。但係110係喺個最篤嗰度咯，所以行超遠，要落埋扶手電梯先至到，超遠。到嚟一股香味，一堆人喺嗰度食杯麵，全部都係泡咗泡麵食。呢個靚仔，哦，係第二班機，嚇死我！呢個好隱蔽嘅地方，呢個完全睇唔到個飛機，睇到我自己。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，告別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，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。
不管有沒有機。係我哋自己大嘅關係，我哋自己就係得太任任每日食嘅，同埋養得太轉，所以佢都要成2個鐘頭飛機，但係佢都成日可以派咗轉任。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。攞緊行李啦，都 land 得幾好嘅個飛機，但係就個位窄咗啲啦，其他都 OK。跟住行李等得超耐啦，而家係1點15分，哇！點解等咗半個鐘頭先至出行李，仲出緊？而家出咗1件，我哋有5件行李，都幾慢，冇諗過會咁慢。係咯，就咁啦，拜拜。